美国总统拜登准备要伫18去以色列访问，哈马斯的卫生部门嘛表示讲，战争爆发以来，目前已经有2750个人死亡，9700个人受伤。后面即马要设领导的空中管道空运物资，要送到加沙地区。另外，美国嘛继续搁有油轮撤侨的行动。消防员的任务是救人，暗过过去10天经抢的大部分拢是死亡。这一天，这群人拢挡袂条路。加沙走廊百姓处境是真歹，还阁无确定什么时阵飞来轰炸。国际社会高度关切，后面宣布要开设人道空中管道。Humanitarian aid for civilians in Gaza to 75 million euros. And we are launching an EU humanitarian air bridge to Gaza through Egypt. The first 2 flights will start this week. They will bring humanitarian goods to Gaza. 美国宣布，总统拜登要伫10月访问以色列，因为即马咧烧战，时机真敏感，而且佫提前公布，真罕见也是冒险的选择，被认为是伫安全甲政治上的大挑战。路透社指出，还佫可能为拜登带来长远的外交利益。相关消息发出的时阵，国务卿布林肯人就伫以色列甲总统纳坦雅胡顶战时内阁开会。The president will reaffirm the United States' solidarity with Israel and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its security. He's deployed 2 aircraft carrier groups and other military assets to the region. 因为加沙情势真危险，美国展开撤侨行动，为以色列海法港准备撤侨准则接近，随去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，各位其他管道都应该美国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